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講下新武將 SP 布列斯同佢嘅組隊。佢嘅技能一共係分成兩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當我軍主將每有一種功能性狀態嘅時候，就會令到佢嘅智力同埋統率增加3%，受智力影響。唔好睇少呢3%，喺兩紅嘅情況之下，喺第一回合孫權刷到7個增益效果，疊加起上嚟有33%、106智力。咁所以配呢一隊嘅時候，都盡量會揀一啲可以幫孫權刷到增益嘅嘢，例如白門嘅先攻、步練師同孫權嘅緣分免疫繳械、兵書嘅抵禦攻心倒戈，仲有裝備靈動等等。第二部分就係喺第三回合開始，有50% 嘅機率令到主將對敵軍造成單體1次嘅謀略性傷害。佢嘅傷害值同樣都係受增益性狀態嘅數量影響。呢個輸出數值睇落去唔多，得25% 成增益數量，但係對孫權嚟講，刷到5、6樣狀態易過食生菜，6乘以25%已經係150%，仲要受智力影響。發動一次隨時有2、3千輸出。配置方面，孫權會配當風同埋拓監軍，步練師就會用深謀同埋白門，而大喬就會用魅惑同埋毒婦。大喬嘅技能除咗可以幫孫權刷普攻之外，仲可以增加佢嘅輸出同埋出技嘅機會，亦可以令到孫權上更多嘅狀態，進一步增強輸出。狀態越多，步練師幫孫權增加嘅自統 percentage 就會越多。為咗可以增加大喬幫孫權上 buff 嘅機會，用毒婦嚟吸普攻，再配魅惑打控。而孫權就會用拓監軍，可以幫大喬增加毒婦嘅嘲諷1回合。同埋魅惑嘅控多1回合，孫權自身有機會連擊，再加埋大喬嘅角力幫孫權刷普攻，令到拓監呢一招有唔錯嘅輸出。呢3個武將嘅技能環環相扣，互相聯動，喺小程式入邊測出嚟嘅分數非常之高。未知道去到正式服嘅時候，遇到更多唔同隊伍嘅時候，表現會唔會一樣咁好？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